高雄某一间公立的高级进修部的代理老师，即嘛是互几来老师和学生指控讲，伊会讲霸凌同事，歧视新住民的同学。伊嘛捌伫学生的群组内底写一寡543性骚扰的话。因讲因有向学校反映，也阁拢无改善，所以因全去向高雄市的教育产业工会投诉。工会即嘛是即期学校暗号教育局失职。投诉人提出证据，指控高雄某高级代理老师有时阵规节课拢咧回手机也捌伫班上同学群组传送涉及性骚扰的不雅言辞，甚至用言语歧视班上的新住民同学。越南的，你到底是想要指哪一个？因为学校里面我们都有身份，都有名字。我小孩也是受这个教育，那请问一下，我们都被这样的，那些孩子未来呢？新住民学生几啊摆互老师发越南骂真解决，也有其他老师提供录音档反映互对方霸凌。我要处理不用，是我要让他被处理，我要让他们被处理。从其他的学生的一些录音档就可以听出来，这个老师他是刻意要捉弄、恶搞所有的老师的。真侪位师生不满向学校反映无改善，投诉教育局也是无消无息，才去找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投诉。他想要做模范给他孩子看，他相信我们的国家，他相信我们的教育制度，结果他遇到这样的事情，求助无门。工会即期学校暗号教育局无作为，学校定情一接到申诉，就启动行政定时。这名老师会以涉及性平、霸凌等2案，分别规划调查催告，也会召开性平会。主调查就是我要调查，如果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就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会在相关的网站上去做揭露。学校解释，头一摆接到申诉伫3月顶时的代志，真正无接到通报。市府教育局强调，第一时间协报，就依法启动相关定时，确保学生。学校已经调整老师课部，避免接触当事人。会督导学校依法办理调查属实，绝不宽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